我想要挑战一下那个陈云杰天后的歌曲。想要红包是吧？是，看赏。看赏。必损，哇，名曲《海海人生》。海海人心。哦，破浪人生是算大姐这个比较近期的作品哈。对，3首歌曲。哦，海海人生，海海人生，海海人生，海海灵心。陈云杰1992年的作品。轻轻松松的心路都来行，无人心愿永远孤单。阮的欢喜有缘的作伴，要离开，悄悄阮无牵挂。要离开，悄悄阮无牵挂。熟得很啊，而且他就在等我讲了。确定了？确定。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有。熊抱一下，熊抱一下。对，好温暖哦。哇，好像哦，2个人啊。对啊，对啊。年轻的时候像是吗？哇，对，他像你年轻的时候。姐妹姐妹，所以你以后长大会像这样。对，没错，再过10年后。你这样讲会难过。什么叫长大？我跟你说，伫倒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着？有毛病啊你们！陈云杰大姐又来了。这些前辈就觉得很吉祥。对，是的，有福气，哇，很有福气。恭喜发财。说老实话呢，我们这个艺界啊，是要有传承的，对，一辈一辈的传下来，对对不对？这边要为各位介绍，1989年，大姐又是一首代表作。这是应该是民国76年的时候。 76年了，这首歌就叫做《风飞》。啊，这首，哎呀，厉害厉害。OK，这首大姐就是有她的独特的味道。这种的感好无地看。还有一句。每日若是日头，渐渐的落山。唱。心内愈孤单。好稳，到地下室去了。对，因为我唱比较低，我想哦对尽快一点唱。今天不要那么唱那么。可是好对他们来讲，不要低大姐的 key 是比较我中可以音域一点。我可以再用 A minor。没关系没关系，大姐不要管了，后面用 A minor 是他也唱不上，他是上也不行，下也不行，高不成低不就，而且很恶心这2个家伙。怎么会？反正他要唱，他们2个就随便闹乱跳，这我是全世界转过最大的一圈呢，绕世界一圈是对，我吧？手没有伸过那么长的。你可以跟小甜甜跳成这么样子，我真是很佩服你。红不会刷嘛？红不会刷，红不会刷。坦白讲，这首歌曲如果是来讲一下，当然有故事啊。因为这首歌坦白讲20几年了，这首歌可以说是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唱这首歌。真的，真的。哇塞，这种话让我讲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是真的啦。昨天节目讲是好的。哇哦！音乐甜心卓文萱报道，小萱萱再度来闯关，今天能不能创下她的新年新纪录呢？让我们欢迎百万之友卓文萱同学。大家好，新年快乐！你来百万大歌星不下10数次。我回娘家我。是啊，哪一位是你的娘呢？对，百坐在那边万大歌星。就是我的娘，你是我的爹。那我们来唱一个。一头家，一心花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谢小鱼的一生啊。对，好精彩哦。好，这个卓文萱呢，嗨，不管是宣传，没有宣传，是，时常都来我们这边，对，一较长短。哎，会不会你在这个每一次来的中间要花很多时间准备，还是这个是一个习惯？没有听歌啊，去唱 KTV 还是要什么的。准备，因为发现站在百万大歌星这个台上，我发现我有好多歌不会唱。哇就是听到其他歌手在表演的时候，就觉得天哪，这首歌这么难，他那怎么会？要怎么准备法？就是听他唱过之后回家再学。哦，这个歌我怎么不会唱？那我回家就在现场听过的歌去做复习就对了。对，然后就学会了。刚过年会不会有好预兆？6、7关要超越呀！今天都没有人初三的歌呢，哈。真的对，好像对啊每一个人都有大年初三，所以初三的歌的意思是什么？有三嘛？有三张三3天3夜， 3天3夜，张三的歌。还有小虎队，他们3个人。喂，该做北原山猫好了，好不好？对啊，对，北人山。哦，乱讲。阿里山的姑娘，哦啊，对哎，啊。那是初你看从三，小虎队开始就乱讲。对啊，那是初三头不一样，阿里山那个山不一样。好的，我想要挑战一下那个陈云杰天后的歌曲。想要红包是吧？是，看赏。必损哇！名曲《海海人生》海海人心哦，《破浪人生》是算大姐这个比较近期的作品哈。对， 3首歌曲，哦，海海人生，海海人生。海海人生，海海零星，陈云杰1992年的作品。轻轻松松的心路都来行，无人心愿永远孤单。阮的欢喜有缘的作伴，要离开，悄悄阮无牵挂。哇，一唱完大姐就爽了。对，大姐，你觉得这样还可以吗？嗨啦，我要讲吗？你不能讲不，要太明显啦。我没有那么明显啊。我怎么知道嘛？他就没有看歌词，他就一直唱下去。对对，你可以给他一点评语啊，然后你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啊？对不要讲对错就好。我是觉得《海海人生》这首歌哈，一般的以前的学生都很喜欢唱这首歌，它的意思很好，以前的而且他学生唱。以前的年轻的辈的，大家现在都当喜欢爸爸妈妈，这样的有的很年纪很大了嘛，对不对年？轻人还是听过，还是会唱啊。对，因为然后呢，我是觉得他他唱的也不错啊，不错了。可是 key 有点高，好高，对连他太唱都高了，高，太高了。会不会是你唱首低八度？没有，这个 key 是不是比较高一点？没有，我没那么高。这不是他的 key，这应该不是他的 key。不是我的。重点是这个是世界名曲，对，哎，真的，张国荣也唱过，张国荣的这是原版广东歌他自己做的。对他写啊，作曲。然后他的广东版，然后台语版就是我们大姐演唱的。对。现在这9个字的答案，要离开，悄悄阮无牵挂。熟得很啊，而且他就在等我讲了。确定了，确定。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有，来熊抱一下，熊抱一下。对，好温暖哦。哇，好像我2个人啊。对啊，真的。年轻的时候像是吗？哇，对他像你年轻的时候，姐妹姐妹。所以你以后长大会像这个。对，没错，再过10年后，你这样讲会难过啦。什么叫长大？我跟你说，伫倒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到？有毛病啊你们！呀，对呀，说他们2个像，你干嘛放阿嬷一回啊？对嘛？是，他们的背的呢？卓文萱，那么那眼睛也是大大的。我卓文萱，哎，卓文萱，我跟你说，真的，我妈妈跟那个大姐还真的长得有点像因为我们都是眼睛比较大圆圆的，眼睛圆圆，脸圆圆，这样比较有福气啊。有福气啦，好气啦，对不对？你慢慢的表演啊。好，谢谢大姐。
好棒哦！你要选什么？那大年初三好了。哦，太好了，刚刚是不是每一关都有大年初三这个题目？到现在没人选过，卓文萱就选了，耶！哎，只中一个，我黑什么啊？对，只中了张惠妹的3天3夜，还有龙千羽的第3杯酒，还有静听3年，左3年又3年，哇塞，所以其实缝缝补补又3，后面我哇也，忘了唱完9年了，哇，什么唱完9年，唱完30年了所以，徐若那个谁唱的也是左3圈右3圈，范晓萱，范晓萱，那是左3年，那是健康歌，健康歌，左3健康歌啦，不讲啊。好3天3夜。 3天3夜，张惠妹1999年的，要让大家活动活动。3天3夜，3个半夜，要不止跳音乐啊，完全不可能喝醉啊！我还要再嗨3天3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拍谁哈？卖惊哦，这人丢高了哈。没事没事，这是一种表现方法。对，吓到长辈了。拍谁拍谁？纵猴了，而且他们不要3天3夜3个小时就累了，真的。好，很久没有飙喽。对，妈，你那个小时候很爱飙高音，对，长大以后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子的高音了。来，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哦，哦好像都是很熟的歌哦。对，请看，卡通影片。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答案确定了。正确答案请揭晓。哦，接下来 Coco 好了。 Coco， 请看。好。卓文萱最喜欢的李玟，这边有爱你是我的自由，颜色你是我的 Superman。爱你是我的自由。有李玟1997年的作品《爱你是我的自由》。爱你是我的自由，来自我灵魂的声音。鸟为何飞翔，花为何芳香，同原因。爱你是我的自由，自然而然的爱，点点滴滴成型。鸟为何飞翔？哎，这好像是上一个的哦。先唱了再说鸟啊。为何飞翔？鸟为何飞翔？是不是？花为谁芳香？鸟为何飞翔？花为谁芳香？同原因。同原因。好像唱过了，请看。哎，他这样唱起来，突然有一点怀念哈。对，对，哦，求提示团会吗？提示团会，哎呦，会连3会，是应该很有把握。对，好，提示团好。请上。可爱的 Hebe，请唱。鸟为谁飞翔？花为谁芳香？同原因。谁都是谁，两个都是谁。哦，鸟不是为何，是为谁，对不对？哦然后后面是一样，它也是花为谁芳香。芳香，同原因，所以就是一个字。哇，用的值得哎，你是想看你满足个人私欲吧？你只要看我们一节大姐还不够吗？啊！我刚提示团怎么不会？哎，这个一字千金哦。如果真的就是这个一个字就厉害，我相信你们需要讨论一一下吗？不用，我相信他，因为他注意的比我多。注意什么意思？就是我有在跟他讨论说是不是都一样，他说你们刚刚有讲，对，好 ，OK 了，我相信他。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恭喜文文得分。哎，我想要选那个热门新歌。好，他刚刚就想选了，对，就让他选。好，哎呦，也对，甚至还有3选好好听，太阳， 1。陈绮贞的太阳，阿令的以前以后，太勇，蔡健雅的抛物线。以前以后，
以前以后，阿丽2009年的作品。以前说的不是这种以后，快乐不该变得像彩虹。以前要的不是这种以后，感动被沉默念过。感动被车感碾过，动被沉默碾过，感动被被车碾过，哇塞！感动被沉默碾过，爱情就磨成了寂寞，就什么磨成了寂寞。15个字，请看，他真是对新歌有了解，他才敢选，有什么问题？哦，就是啊，就刚才很多新歌的时候，我们陈英杰大姐就比较进不来，但这一首歌她跟着唱，我对，她跟着一起唱哎。会啊，这一首。我想听过听过他们唱，我就哦，那个词你有没有印象？我不熟。旋律，哦，赶快，不熟。撇干净。哎，不错，这题不是太容易。15个字的答案有问题吗？有人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很难，这有没有？有点难哈。这好难哦。感受被沉默碾过，你觉得怎么样？哇啊，没有，好了，3选1。对不起，秋香，调皮，3选1。哦，哎，你刚刚感动被什么碾过？沉沉默。好，最少中了这2个字的问题啊。沉默要变成生活。生活碾过，爱情也磨。爱情会磨成，爱情就磨成，爱情也磨成。哦，就磨。B B 号。 B。好的，我们的答案确定。正确答案请揭晓。哇哦，真是太厉害了！接下来的关卡，小轩轩更是势如破竹，连过2关。紧接着，他来挑战秀场金曲《爱神》。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要高兴，要欢喜，爱神已经找到你，说出你心里的话，抛开那烦恼忧郁。注意啦！在此时，哟，在此地的什么？在此时在此地要啦啦啦啦啦。在此时，在此地，对不对？我们这个舞蹈一看就知道，因为是过年，所以兰波老师拍的乱七八糟，很混的舞蹈老师。我的妈呀！这个在 CSI 里面是很惨的谋杀案呐。Magic。哇！等一下，我试试看。打后脑勺反应那么大。没错，他在后面混半天，现在要秀一下。在此时，在此地，对不对？在此时，在此地，你会不会？还有一字提示，在此时，好在此刻，在此时，在此刻。在此刻，他说在此刻，你说在此地哦。在此刻比较对。在此刻地吧。佛地魔。在此时，佛地魔。你还是一字提示，要不要看？好看。希望他在后半部出现，请看。在此时，在此刻。好，在此时，在此刻。下面是这个吗？不要你我同游大海。你是唱到你是被那个父子情深的那个歪歌版影响的哈。大姐，你有没有印象？我们再给他2个字，在此什么有我也有你。什么有我也有你，哎，不错，有吗？就是什么有我也有你。
my god！ 来，先放这。我们先看一下，在此时在此刻，什么有我也有你，对不对？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是什么？这里，在此时在此刻，咖喱。咖喱有我也有你，家里好，NSN 来，让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我也有你。这个答案 ，OK 了，我确定。答案确定。你如果过了，你今年哦，真的突飞猛进。正确答案请揭晓。哇！好了，谢谢我们的豪华阿萨布鲁的舞台。谢谢，辛苦了。罗文轩，嘿，现在第7关了，接下来就是你的新纪录。我想要2011年很勇敢一点，勇敢选唱失败。请看。世上的人儿这样多啊！好，那就这一首吧。巧合父母飞1975年卓文萱的第8关。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回到 A， 还能再见？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大年初3来这里，哎呦，百万大歌星是你。哦，完全不知道歌词是什么。夫人马上回来了，完全没有歌词，对不对？大年初3恭喜你。哎呀，不要忘记我不，要忘漂亮记我。对不对？哎呀，文萱太厉害了，赞！有赞其人将挂，其言也善呐，对不对？没错。来，请看，大年初3，恭喜你，不要忘记我。耶，这件事就这么确定了。对，好，正确答案请揭晓。哎，新年快乐！对，罗文萱小姐还是跟她的记录保持平手，直接告诉你答案，大家都会唱的巧合，答案到底是什么？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已忘掉我。哦，我们都唱不是成忘了我，忘掉我。很多歌我们都是用听的。卓文萱，百万吉祥物，第8关失败，第7关折半。